细汉的时阵，我差不多18岁，我想讲哦，舅舅迄个时阵足调皮的。哎呦，麻烦舅舅带我出去看卖这个世界对。啊，迄个时阵就带我甲谢晶晶，哦，嘿，带阮两个做伙去。哎，就有民主的呢。无，伊感觉足见笑的，因为嘿无行情，因为带两个拖油瓶嘛，啊，阮两个就早咧跳棋，跳棋。跳棋，去，啊，舅舅迄个时阵就讲，哦，恁来遮哪会个早跳棋啦？我阿姑，你是带因去泡茶哦，来早跳棋，可能听唔到伊。阮两个伫遐耍，伫遐佚佗，哎，全部的人拢无咧跳舞哦，拢围过来看，就讲，哎，你该安怎跳，安怎跳？安尼阿姑，你带因去拍。迄嘛是有真侪不得已的苦衷着。哦，这你唔知啊，迄阵细汉伊拢黏条条啦。哦。我有当时若要出门的时候哦，伊看到我骑车时阵就知影我要出门啊。对。就马上走去奥多麦顶原底下等我。我有当时啊，搁爱偷偷啊，甲车慢慢看，追到我靠我发动，靠伊又发现着。